简单讲吼，这就是一个奥兰教的故事。论真讲你要咧讲，我嘛袂使讲唔对啦。我感觉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奥兰教，伊去甲查某人学白来啊，开查某啊，啉酒啊，食毒啊，家己个自杀啊，而且伊头一摆自杀，伊家己要死啊，对方死去安尼，迄就是一个奥兰教的故事安尼。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送来开讲。输了囝，连幸福嘛惊。望着物仔的挂手，望着福气来着伤。人间失格伫日文的意思是失去做人的资格，是达西奥萨姆在世时上尾一部作品，嘛是日本文学影视的经典。规本册分作大回头、三篇手记、后记，描写主角欧巴优佐自细汉少年时到20外岁的人生，为着要逃避现实，放人生废堆去，歹行浪动。烟酒、自杀、食药啊、自我麻醉，一步一步踏入不归路，步落去虚伪的万底深坑。达西奥萨姆透过主角的经历，对家己正口倒下的开口，消透久年来缀伫心肝头的郁卒，毋望互人疼惜，互人接受。有人讲这是作者的半自传作品，若亲像要甲虚假的人世突破，呛声讲做人安怎才有够价。小说内的逐字逐句，拢是以面烂立即的滚架车拼。主角体笑家己的人生是件小台，煞互千千万万的读者见先高，为故事的飘撇气味来痴迷，甲人类的本质看透透，点破人生之垃圾伪碎。人生的路若失去做人的价，读人间失格，用台文来赎罪。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过了欢喜。今日开头，阿德读的迄段是日本文学的经典《人间失格》人間失格句，这是日本战后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真代表性的小说，也是我真欢喜看到有通译作台文版的一本册。今日做伙来讲这本册是《人间失格》台文版的翻译者。吴明仪，阮又阁是面友啊吼，毋过阮后来是有亲身见过面的吼，应该是伫咧2023年的热天，迄时阵阮伫咧创啥咧吼，两个人是伫遮变啥梦咧？今日毋若讲册吼，嘛要来讲即个人，毋过即个代志吼，咱较停仔才来讲，先甲咱的听众朋友小照面一下，好无？大家好，我是明如，我是人间失格台文版译者，大家买单叫我 Avery。你敢要会记得咱我要3年前伫倒位见面做什么代志？记起啦，迄当中应该是去来台北佚佗。想讲你伫宜兰嘛，想讲敢若好拄好就是要坐车去宜兰佚佗，带迄当中也个斗阵的迄个日本人去找你，就是食饭安尼，你就请阮食饭，伊当中宜兰也个伫宜兰嘛，无错，所以咱就伫遐见面食饭，食啥你感觉会记哩？因为迄当阵吼，我想讲，既然来宜兰吼，就是每一个所在咧出名物件拢无共，无错。既然阿爹是在地，我想请阿爹来替阮店啊，就是较出名安怎，结果因为大家应该知影讲日本人其实较无惯势去食吼，就是迄个北来的物件，所以讲迄捧出来，我才发现系啊，就是边仔一个日本人，毋知会吸你无？个人伊就是看着迄就开始，迄
嘿，讲实在，其实迄当阵我已经去日本嘛几啊当嘛，确实是已经无汉尼食去食这物件，久无接触到这，嘿嘿嘿，看边仔伊嘛食袂差的去遐说啊。系啊，系就是食无完就是咧，个人就是无食无完安尼，嘿，迄当阵对阿爹较是咧。我感觉伊虽然讲已经足捧场安尼，伊食袂少去安尼，就是遐物件连看起来，真正看袂出是啥物件，伊嘛拢有食落咧。我是无看到讲伤，就是哇，这敢袂食你诶，即个面像无到迄个程度。我看已经虽然讲，就算是日本人内底反正已经是较。愿意去试看卖啦，还是事后有就在 complain 是无？嘛无 complain 啦，不过以我对伊的理解，伊可能就是讲啊，有点礼貌的是加食一寡，伊可能对迄无很有兴趣啊。是，我的理解。伊这是在地诶真出名的一间店啦，这店啊内底有真侪即个北内啦，或者是鱼仔内底的物件吼，较特殊。讲实在，我平常时嘛无遐接食这物件，这物件嘛无讲是。日常咱都随接触会到，吼，即个店啊，较有机会。有诶物件是因为即间店较特殊，所以准备一寡连我嘛真罕你食诶物件。哎呀，我是真趣味啦，吼。其实我有考虑过即个代志，讲伊敢食诶惯势吼，但想想诶，比起食诶惯势，甲食诶饱，食有留迄个记忆，敢若搁较要紧，所以是带伊来。试看卖安尼，挑战一个，所以选是其实是三个人见面啦。虽然日本人是较无讲到什么话安尼，但是体验一个台湾无共款的文化吼。你当无伫台湾时间，其实占较大面嘛，对无？你讲我人生是毋是？就是这几年来应该算是安尼嘛，大部分时间应该拢是伫日本嘛。嘿，无毋对。当初是啥哪会决定讲要伫日本生活？迄当中应该是这同翻译，当然迄当中是英语甲华语啦。迄当中要无即个台语意识。你真早都已经有伫做翻译个嘛？我看你一寡资料，若是以翻华文的来讲，其实已经真侪本啊。迄有26本，是其实大学开始就对翻译有兴趣。敢若是听过去读时代翻译所渐渐的开始咧做翻译公司的一寡物件，也有出版社的册，应该不伊迄当中的开始啊。也就是讲，读研究所的时阵，其实就开始伫直接着甲翻译出版有关系的代志。毋过照你讲，这个工课应该嘛是，因为你是翻做华文的嘛，所以原则上你的合作的对象应该拢是伫台湾啊。是安那后来走到日本去？迄当阵对我来讲啦，去翻译所是，我迄当阵已经感觉讲，我就是一个译者，我就是靠一个专家，这是我的专业。去翻译所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拿着拿进修，因为这个同翻译嘛，就是其下会当一寡老师来甲你看个安怎。毋过就是翻译所，我其实读足久啦，因为我感觉讲重点是工会这个研究所伊是去进修去做研究安怎。毋过对我来讲，迄当中无当作是重点，所以讲读足久的，我感觉读。应该有6档，是嘿，比较迄当阵呢，就是我想讲，反正安尼做，敢若较做嘛是安尼，因为台湾即个市场有真正即个有较细嘛，即个规模较细，是讲反正麻烦要当阵应该是8档还是若是减嘛算嘛，可能有要10档我想讲，同翻译做遮久即个学术嘛，摕伫刷得来，要安怎呢？因为但是踮台湾敢若就是安尼尔，迄当阵想讲，无来读一个博士读博士，我想讲无一定要伫台湾读嘛。迄当阵我好拄着一个已经人伫日本教册美国人教授甲我讲，你会当考虑来日本读博士安怎甚至佮小解讲日本即个做翻译研究的一寡老师迄当中嘛，就是啥物老师嘛吹着嘛，甲伊讲好势嘛讲要啥物考试安怎。毋过咧，大概嘛知讲日本较贵，迄当阵日票要个真高嘿。我想，而且我就是找到迄个真好的老师，迄个大学嘛真好是私立的。私立的又较贵嘛，对不对？敢若读一档学费就爱读一档，敢若学费尔就爱啥物300-400万日票，这无个这无讲着啥物生活费安怎？你伫遐时阵日票算讲较大圆嘛，对吧？是，安尼要创这钱的来源。迄当时想讲我是要转来台湾考中学。还是讲留伫遐，这是找一个头路欠钱，欠好才去读安怎？我的
想讲好啦，无就先留来找头路找看卖。我想讲，若是无欠着钱，安怎至少日语有连点嘛，对不对？所以拄头去日本是为着讲先甲遐有记者，啊，都留伫咧遐都点落来，啊，开始食头路。嘿，无说你找着头路，其实嘛，敢若找着一个尔。但是你头路嘛真深色，其实甲翻译无是毋是无直接关系？完全无关系。迄当阵就是嘛是有去找翻译头路啊，毋过就是因为迄是日本嘛，所以讲对你的日语。要求较悬，啊，本地是即个英语甲华语通翻译嘛，所以讲就无法度考即个专业，啊，世界找真正就敢若找着一个迄个工程师的头路，而且爱轮班，嘿，暗时啊，就是安尼。你原底敢有即个基础？无啊，完全无啊。啊，你是安怎找着即个头路？简单讲，就是日本 IT 的即个产业，真正是真欠人去做啦，真发达的款，嘿嘿，就是做者即个有迄个需求啦。迄当阵咧电话，算是电话面试啦，对方迄个主管伊嘛是英国人哦，伊甲日本人结婚哈。我就讲哈，我是讲英语啦，讲哇，我这嘛毋是学工程师的，我嘛无啥物经验安怎？你讲不要紧，你来阮甲伊训练安尼。去迄个训练其实就是敢若一工是2工凊彩讲啊，第3个就叫你去做，你去接电话安尼，就是安尼嘛点袂落来 OJT 嘛，对不对？什么 on the job training 安尼，直接叫你去做，你做得晓安尼，就开始做啊。其实就是叫你来就爱做啊啦，啊哪做哪学安尼，啊无红咩？一定有啊，一定有啊，因为因为日语迄当阵虽然我拄去就摕着 N1 啊，我本地伫台湾就 N2 嘛，其实拄去我就摕着 N1，毋过学校教考试考的，甲实际上你做工课用的当然是无共。就日常生活是一款，过来商业用语，佫是另外一款代志。尤其日本咱知影讲的商业用语，可能比台湾的使用的佫较复杂嘛。当然。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困难。但是反正就是伫遐点落来啊嘛，就开始准备要读博士班，后来有去读，对无？应该是讲一开始是想讲来读这个博士班，结果开始食头路嘛，食头路了的发现讲，小可袂记你爱读博士班这代志，毋是袂记就是放弃安尼，就是放下，想讲我日语遐尔烂，而且讲实在迄当阵。嘛毋是讲即马趁偌济啦，毋过迄当阵薪水真正嘛无悬，而且你啥物日时暗时安尼轮班，讲实在嘛无迄个体力嘛无真正欠得遐济钱，我得放下，我得直接放弃，嘛无什么心力通做即个代志啊。是，后来就是即马个倒来读博士班，其实是因为参与台语运动。参与台语运动就是大家知影讲台语运动，其实大家路线主张拢无共吼，真多元，非常之多。讲较好听就真多元，较歹就常常都冤家啦。讲这爱安怎。是，我家己本身我小时就是做翻译研究嘛，我感觉讲记者翻译即个过去几十年有做在研究吼，有做在别个国家别个语言行过咯，咱直接摕迄个来参考就好。但毋免个家己行一摆，这敢无法度应用的起来，因为无共语言其实思考的方法，因注重的代志其实拢无共款的。无共语言当然有伊的特性，毋过你做通翻译的时阵，会去拄着通翻译问题，基本上拢共款。毋管是弱势语言、主流语言，其实拢共款。毋过台语运动界大家拢袂安尼感觉嘛，大家讲台语足特殊的，台湾足特殊安怎？当然台湾足特殊的，当然台语足特殊。毋过台语会拄着通翻译的问题，我会当讲至少95%以上，甲其他语言其实一模一样。因为重点伫即个专业的过程嘛。是，所以你都也是翻头去读啊？应该是讲。我有一寡主张嘛，但是台语运动对着其他主张无共诶，冤家安怎？所以你是要证明这件代志是吧？嘛会当安尼讲，就是讲我家己咧讲哦，这台语这安尼翻哦，安尼翻有啥物好处？安尼翻可能都会无特动。这其实翻译研究有做安怎。毋过迄当中我已经学术毕业已经真久啊，对毋对？我开始就是对家己讲的无信心，我想讲敢真正是安尼，我可能要去查嘛，去看论文安怎对毋对？我就想讲既然我私底下我咧做台语运动，我都已经有咧去看这论文安怎，我其实都已经有咧做翻译研究，安尼我不如。来读一个博士，因为读博士毋是你家己讲了，有无老师同学人讲，即个论文即个研究观点有啥物款的问题？我想讲，我怀疑私底下有咧做，我应该来看听即个学术界即个意见，会互我一寡看法安尼。所以你就决定过去读。是，工课安尼咁应付会去？
迄当阵会想要去读吼，一方面嘛是因为迄当阵工课较凉，我想讲。反正嘛免加班安怎无我来读看卖。你之前爱轮班的工课，也是共款。迄是足早期的。我来有换过工课。嘿，有换过换过个袂少摆安尼。嘛是拢工程师的工课。我是工程师嘿。所以一个就心息的，你自头就是读翻译，毋过到了日本了做，完全拢是工程师。然后换过工课，换过头路，共款是工程师的工课。我感觉讲，当然这个日本，譬如头拄讲到日本的 IT， 就是嘿真欠人，安尼就是咧。另外一个是讲。因为就是日本的 IT 这个产业其实嘛真正足关系讲你本来就是读文科安怎的法律入来日本公司找人我感觉有一个足特殊的所在就是讲因会感觉讲你大学学的是啥物无一定遐尼重要不要紧你大学学的甲阮公司在无同不要紧你入来这个训练是为头开始训练安尼这确实甲台湾你讲到 IT 产业可能想法小可无共款较无共台湾可能会较注重讲你的学科背景可能就会造成讲日本伫因的学科的即个注重程度可能相对较平均一淡薄安尼，因为伊有较有发展的机会嘛，伊无一定讲读文科就袂使行即条路嘛。但是你伫咧日本，除了使用着日本话以外，其他的时间用的拢是台语。你伫咧网络顶管写台文，伫日本甚至有做活动吼，伫甲人互动吼，希望找着大家，反正是台湾人，反正毋是台湾人，但是拢伫咧讲台湾话，大概是即款的互动的即个过程，是安那毋若遮尔注心台语议题，而且嘛甲即个台语当做你家己的主要语言。我有当时伫问即个问题，像心肝头其实我就讲叫就是。照你讲，这个代志应该是连想都无需要去想，我现实都毋是安尼，这是就冲突就矛盾的所在，所以我必须爱问，是安怎？你也是不是连伫日本拢希望甲伊当做日语以外的主要语言？当然这有做者故事通讲啦。我感觉上重要的是讲去日本就是几啊冬当然因为我尽量去找迄种会当讲到日语的头路嘛，所以讲一开始是真正是用食做者课安尼。嘿，就是讲最后讲日语嘛。因为日本有做者中国人，所以讲对着因为讲华语嘛，还有英语。因为日本就是有一寡工会，尤其是工程师吼，那个英语机会嘛有。是。不过有一天我就想想到讲，我是上我哪伫遮，我是台湾人毋过你看我讲的是日语、英语，英语当然毋是台湾语言我讲即个华语就是中国话嘛。你伫日本讲华语就是当做中国人华中国的同事嘛，甲你当做家己人。当然这毋是讲啥物无好的代志，东西因对我就是诚好，我当然嘛是足甘心嘛，因就是算是我的先辈较早来日本吼。毋过我咧想讲，我敢是。台湾人就是，但头先我讲的人间失格有无失去即个做人的资格。我想讲，我敢抑阁有即个资格讲我是台湾人，我就是即马逐工讲日语英语中国话我这头路嘛甲台湾无关系，我嘛离开台湾足久甚至迄当阵我转来台湾时阵有当时讲华语，那迄当阵个是讲华语，会问讲你敢是马来西亚还是？但是迄当阵我华语敢若开始有一寡腔。因为真正嘛，就是无和你接讲华语是，我就开始，而且等台湾开始对一寡代志较无和你关系。譬如讲，这项就是我感觉臭豆腐袂歹食，无生来食臭豆腐。不过我去日本之前，从来毋捌感觉讲臭豆腐会臭。就是臭豆腐迄粒臭对我来讲，迄就是一个较特殊一个，迄个味较重嘿。对我来讲，迄毋是臭。毋过我感觉毋知是日本带到第几冬，等来台湾闻迄臭豆腐的味，我想，真正会臭呢，有影会臭呢。奇怪，我自细汉从来毋捌感觉讲迄臭。我感觉这是最特殊的一个讨论的点呢。我嘛从来毋捌思考过即件代志。讲臭豆腐对我来讲嘛是香的，可能你若热天当着外口有啲钱啥油烟的味，咱的油，即个油的味咱较无介意。毋过凭良心讲，单纯讲到臭豆腐，我想到迄个味对我来讲确实是香的。我从来毋捌思考过讲伊真正会臭呢。青有可能啦，你讲当你洗迄个伊的酱料啥时阵，迄个味确实较重，迄就较无遐香。毋过煎过，咱拢认讲煎过就是香的。你打片就感觉你真正有臭味，你迄个时阵已经是
煎过熟的。嘿，无对，就是正常的一般的臭豆腐，就是我自细汉就有咧食的臭豆腐。原来你离开了后，翻头去看，才察觉到原来伊才是臭的。是，嘿，我才发现讲，我是不是已经当年我护照抑个是台湾的护照，就是我嘛无拍算讲要变日本的安怎，毋过发现讲，我等到开始用外国人的这种观点、这种角度去看待，我就向错掉。我想讲，我敢抑个是台湾人，我敢抑个有做台湾的资格，我心肝内底就开始咧安尼想。所以你对台语自心这件代志，其实伊的根本是你对你是送的自心。会产生这款的想法，其实是因为你长期在日本生活，转来了发生对台湾原底你认为应该本来就是自细汉接触到大汉的物件，竟然会产生一款不管是身份还是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看这件代志，款的冲击。是，所以安那会变成转换做我要开始转台语来讲话，因为这两件代志之间咧是有一个无啥共款的所在嘛。是，迄当中我想讲。我想要甲家己即个身份认同甲伊找回来。当然，啥物叫做台湾人的即个身份认同，这当然大家看法嘛拢无共嘛。不过因为我本地就是语言背景的吼，我做研究我就是工课安怎，就是语言相关。我想讲，语言应该是上直接的即个部分，而且阮兜就是台湾本土语言这种，毋过阮爸爸妈妈两边真正就是拢是讲台语的，阿公阿嬷吼拢是讲台语。我想讲，台语应该是我上里边上直接有法度找转来我即个台湾的身份认同。虽然讲迄当中为大学开始已经有小可有一个意识，就是讲感觉爸爸妈妈讲也讲台语，毋过其他所在我嘛是讲华语嘛。我是即件代志，日本大几啊当有即个身份认同危机，我才想讲，我毋是干那甲爸爸妈妈开讲台语，我爱教家己的母语，但是真毋是干那讲，毋是干那听，我读甲写。所以讲我就开始去找，就开始家己去学台语啊、汉语啊呢。所以你的个性其实是，那决定要做，就要做甲大底迄款人咧，要咪吹紧绷咧。因为真侪人可能嘛会安尼讲啊，可能我咱来加讲台语啦，咱来甲囡仔讲台语啦，咱来创啥？迄就是咱家己的话，咱的认同。毋过大部分人会采取一个观念，就是讲。我也是需要里边熟悉，所以只要我感觉这个所在可能较无遐方便讲的时阵，较讲起来大家较无了解时，我都会主动撤换。毋过要求家己做全台语，这佫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伫咧台湾的当个环境，甚至伫咧网络顶，咱用看文字或者是听各种的节目、影片生活当中你拄到的，其实已经可能90%拢是华语华文嘛，所以。要挑工去做这件代志，其实会要加下足侪功夫，加费足侪心力去做的呢。是，讲实在，我当初无想遐尼济，我就是感觉讲应该安尼做，我就会去做。是，毋过后来我感觉讲我参与台语运动，甲可能甲我参与 LGBT 运动是有关系。安怎讲？我迄个年代，我读大学迄个年代，也是当迄当阵同婚也未过啦，就是迄当阵敢若全台湾敢若台有即个LGBT 的即种社团，正式的社团，然后其他学校基本拢无吼，就是做保守的年代。我高中大学嘛，拢伫台南嘛。毋过迄当中我咧做兵的时阵吼，毋知安怎就是去受训的时候，去训练时阵，毋知安怎就是沾着药啊，想讲我应该为台湾 LGBT 做一寡代志。做一寡代志要安怎做？我想讲，我若家己要讲，家己要徛出来，有无可能就毋知讲台湾的 LGBT 在有志对着啥物困难？我想讲我家己公开。为遐开始公开，就是有即种 LGBT 的经验吼，到我开始参与无台语运动，我发现讲做一个男同志，甲做一个台语人，其实做相像的。啥物就是我查甫甲伊查甫，也是讲母语是台语，本来是做思想的代志。毋过即件代志若是互别人知影，别人就会来甲你质疑，就问你讲，你喜欢爱查甫，你是查甫，你哪爱查甫？讲台语，大家问讲，你想要讲台语？你敢袂当讲华语？是，就是讲明明应该是做自然一件代志，台语就是台湾的，就是其实是上侪人讲本土语言嘛。但当时就是人类这种无共的这种性向，就是其中一种啦。本来应该是做自然，那爱面对遮尔济质疑，遮尔济问题爱去解说。
我感觉讲我即马做台语运动，其实我常常会用的是 LGBT 运动去想，因为台湾的 LGBT 运动行较头前，但是亚洲头一个就是同婚合法的嘛。毋过本土语言运动，我感觉抑搁伫较早期的阶段，就是你含出去讲台语上面拢会，就是对方拢可能反对还是咩做的问题。拄着这个问题，我常常用我参与 LGBT 运动的经验去想讲。LGBT 行这条路该行出来，咱无条本土语言这种语言平权运动嘛，会当行差不多这条路，我常常安尼去想。希望讲透过家己甲讲话，讲台语这件代志变成你的一款运动，对吧？就是你做这个代志，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对运动的投入嘛。就是我讲话本身，这就是一款社会运动啊。所以就是变成讲你会比一般人杀甲更较大力一寡，咱会希望讲行到更较大底，是更较尽力淡薄安尼。我讲倒来翻译这件代志，因为既然你在生活中开始使用台语，但是翻译是另外一件代志，迄个做专业，对吧？迄个生活使用是两回事。咱安尼一路行落来，开始翻译早期就变成是做华文的翻译。是，你是自关心台语的生活甲话题了后，希望做台文的翻译，感谢呢？应该是讲，我迄当阵就开始想讲，即马足侪人来学台语啊，讲台语安怎安怎，毋过逐摆拢是，譬如讲台语课，还是讲台语活动。我想讲，那一直伫遐，就是讲学台语啊，办台语活动做呢就重要。毋过你无伫台语课的教室，还是讲你无台语活动的，无咧讲台语，这敢若怪怪。就是当初也无流行啥物台语正常化这种事啦。毋过迄当阵我感觉讲，即么台语是敢若愈来愈死行，愈来愈侪人关心，毋过完全无行过去迄个正常化这条路，因为感觉足奇怪。我想讲，台语要互伊正常化，互伊真正活过来，应该是伊法度做自然，拖去无共专业的一个领域。因为我本地就是同关于这个专业嘛，我想讲，我来招一寡人，大家来做伙来讨论这个专业，做伙来练台语的统一。就是做你做会到的代志，无毋对嘿。比如讲，咱当可能有看到讲，有人用台语来讨论天文的物件啦，有人用这来讲数学啦，是每一个人的专长伫咧倒位，的专业伫咧倒位，就会使去思考讲，我要来甲台语嘛，带入来这个领域，伫咧做这个结合做伙，就是伊毋是单纯是一个语言，这个语言来看世界，就看待你家己专业的领域安尼，所以你就开始甲台语甲翻译结合做伙嘛，所以就开始做台文的，不管是相关的研究，你博士班读的都是甲台文翻译相关的。就是我的主题就是台语同翻译，而且我的教授伊是会晓讲台语的日本人，所以边若是无其他人，敢若阮的人，我就是讲台语。有当时会用我台语，有当时讲日语安尼。有趁机会嘛？伫你遮学台语无？我嘛毋敢讲伊甲我学啦，毋过我有听到别人咧问伊讲，你就是平常是安怎练台语有机会讲台语，讲嘛无，就是我甲伊讲台语是伊才有机会安尼嘿。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面皮较高嘛，就是明明老师是日本人，我嘛无问伊讲，我敢会当讲台语，我就直接讲安尼。我嘛无问过伊。但是你知影伊听有嘛？伊听不，而且我知影讲伊愿意听啦。请甲先生推荐一个阿迪的所有的节目传播。这边，互伊练一个台语安尼吼，这个教授你好，教授小姐咪一个安尼，所以咱兄弟就是一直开始伫做关心着台语台文的通翻译这件代志，才会有这本册人间世界出来嘛。咱当自开头讲起着人间世界了，甲当拢无个提起人间世界吼，因为是要留伫后半段，我感觉。台文出版这件代志，甲咱一般伫看华文出版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就是第一是这款的人真少，就是做台文翻译的人，也是差不多目前伫线顶有一直伫做这件代志，也是做心这个代志译者，大概咱拢讲会出名，都差不多拢叫会出来，甚至见面过啦、接触过啦等等，就是讲大概每一个人拢加减会熟悉到，还是会知影这个人。这个时阵我会对这个翻译者伊的背景。伊的想法会有真侪趣味，因为就像你讲的，台文的翻译，凭良心讲，目前为止，伊也是有一部分的这款成分，其实是一款社会运动。伊毋是单纯一个商业的活动，或者是一个
出版的一个最主流最正常的代志。其实前一阵啊，拄好我有碰到恁出版社的编辑，我得甲伊开讲嘛，之前伊嘛有出来小梦嘛，出来小梦了后，因为都熟悉啊，我得甲伊开讲讲，最近人间世界嘛出版啊嘛，迄个小量3款啊，等于就讲，其实你会使去按顺这件代志，未出你就会使按顺，咱无法度甲日晖闪示这本台湾诗集当做一个普通的现象，这必须要另外提出来讲。但是一般的台湾出版，比如讲《人间世界》，因为伊是大作家的作品，伊当年是就长销的，到当嘛是当年拢卖了真好嘛。我是讲伊这个华文的版本在台湾，当年拢是真稳定。我一年大概爱准备偌济量，基本上是真稳定的。是哦，因为这是一个，比如讲到一个会，比如讲进入青春期啦，或者是咱讲较文青的啦，或者款的大开啊，伫咧一个时期，拢会去阅读到，去读到这个大西木三木的作品哦。这是就正常的代志，所以可能较早课本上反正嘛大概提起，所以伊的销量就稳定。我讲安尼台湾版大概恁伫按顺的时阵，咱若起来讲，照过去的经验，台湾版的册，刚看有即个文学作品来讲，大概20%。你就会使知影讲，迄个比例正差有偌济。就算是安尼，伊个愿意做这件代志，因为我翻译嘛是爱钱，我印刷嘛是爱钱，什么物件拢爱钱，但是我个愿意本地我都共款是这本册，我华文版本都做了好势，是安怎我爱个出一个台文的版本，所以不管对出版社来讲，对翻译者来讲，甚至对读者来讲。伊拢毋那是一个商业市场，一个出版市场出一本册遮尔简单。当然，伊的基础是伫遐，但是迄个意义或者讲，大家是安怎爱来读这本册，爱来看台文的翻译版本，毋是华文的翻译版本，是有伊的意义存在的。所以我留遮长的时间，前半段全部拢在甲伊讨论讲，你家己安怎看待语言啊，或者讲你是安怎行入这道。我希望讲听友会使去理解这件代志，毋是干那迄本册本身。反正你对这个人的作品，对这个文学家迄款是因为凭良心讲，伊的作品嘛，虽然毋是讲无正义的一个作品，有真侪人可能就看袂惯势伊这个册内底这个人物，或者讲。我去过去互伊一个定位做无赖派的作家嘛，所以毋是所有人拢真介意伊的作品，但是你今日就算无一定介意这作品，你无一定想要看这作品，我也是希望会使大家有法度去注心这个，但是讲台文的领域，各有一本大文学家一本经典，不管你介意无介意，伊出版啊，刷落来凡世各有较侪新的物件出版，有台文的翻译的作品。总是有你有趣味的主题，总是有你希望会使试看卖的册，希望你去甲找来看，毋是干那调伫讲咱今日就讲人间世界，所以就是讲出版社无花钱，但是这件代志本身是一个最要紧有意义的代志。我希望是大家咱的听友会使来了解这件代志。不过我想要做一个转换，咱都一直容易讲这件代志是。甲外口的册、外国的册、经典啊，甚至是较大众流行文化的嘛，有吼，比如讲之前有这个探侦小说这款的，嘛拢有翻译做台文的版本。台湾敢嘛有袂少台文原声作品，敢有可能翻译做外国的这个文字？你家己接触通翻译的领域嘛，较长的时间嘛，敢有观察到讲有这款的作品，就讲未来你认为这是有可能发展的无？台语翻做其他外国语，比如讲日本对台湾的熟悉程度相对较高，对台湾嘛是相对好感。以这款的有亲近性的文化来讲，敢有可能咱的作品？颠倒翻做日语，我记一个，比如讲欧阳雄，伊的这个翻译好的机行啦，这款的册，其实伊是一本小说，伊毋是单纯绑伫咧文化顶管，伊都对我来讲啦，我家己看这本册时，感觉讲，这其实是有一个共通的这个原理，就是我相信其他国家的人看这个故事，有缘感受会到故事内底的这个，不管是戏文或者是伊内底的情感，伊这个描写嘛写得真好。这款物件敢有可能在你做一个翻译者来看？目前台湾的台文作品爱翻做外国语，当你翻你拢会当翻啊 AI 凊彩安其实拢会使。能讲有可能无？市场上来讲，市
市场上来讲，目前我感觉可能真困难。不过最近我确实是有拄好看到，毋知是文化部的啥物一个计划，就是讲，啥物当申请补助，甲台湾的作品，翻做外国的应有即个补助。虽然内底写华文，毋过我去请教，我袂记是秦红兄还是啥，我讲虽然写华文，毋过应该本土语的应该有机会，尤其是台文。迄对因来讲无前差嘛，就是只要是台湾出版的册，是重点应该是台湾作品。翻做国外，因都请伊啊。只是讲迄当阵就是情况下无说个改 Q 掉吼，怎么用改 Q 掉？你顶一集就是你知吗？伊直提醒大家讲，就是讲台湾作品，其实即个咧心在时阵，其实去看讲即个作品，因为讲实在，即马你就是无出版社要出，你买单家己自费嘛，安怎？所以讲毋是干那出版尔，就是咧计划咧心在时阵，其实去看你。敢毋实际上去卖也卖了好无？所以讲目前讲实在台文册本来就无遐尼济，而且卖了好诶，互人有法度去认同，还是去承认讲，你真正是就是一般正常诶册安尼。可能目前嘛，无真正遐尼济本啊，即个日花闪是可能是其中一本啦。所以讲就是有咧伫遐讨论讲，若是翻做外国，譬如讲翻做日语无条日花闪是无条有机会有咧讨论即个代志。毋过大家嘛知讲日花闪是卖了遮尔好，这真正是足特殊的状况。是所以讲理论上是会使，毋过实际上目前的市场，你甲大部分才翻做外国，小给海外这市场来讲，可能无去补助，可能无法度得算去补助你即个大部分册伊。即个知名度比较好无，这伫现在时阵相信嘛会互人看安尼，所以讲目前我感觉是真困难。也就是讲，就算是伫国外诶，即个出版社来讲，伊要甲台湾的作品翻译做因家己国家的语言，其实因为因爱注重真侪甲商业上的可能性嘛，咱就先莫讲补助或者是个人出版这款代志来讲，伊爱考虑一定就是我会了足侪钱无，所以目前来看。除了日花闪是以外，可能其他的册也无遐紧进入到讨论内底。当然，我感觉这是未来大家的目标，嘛有可能会豆豆啊，甲这个方面嘛会去思考啊，就是台文写作，原生的台文写作，比如讲最近都出版的《交易书传奇》，交易书论坛，像这个作品小说愈来愈侪出来啊，这个作品未来。伊若是一个，比如讲伫咧国际，或者是倒位得到奖项，受到较侪关注，凡说未来都会有机会伫咧其他的国家来互人做翻译。我想这大概是未来咱伫咧出版商会使去关心的一个点啦。可能当个无较紧发展起来，但是若有愈来愈侪作家，愈来愈侪创作者是有法度用原生的。台文来书写，都有可能会产生台文去对其他语言做翻译的这个可能性，对吧？是。好啦，咱讲到这吼，顶半段拢是甲翻译较有关系的代志，先来歇困一下，后半段咱来讲已经翻译出来的这本《人间世界》。咱顶半段拢伫讲日本人，跟咱要甲这内底拢三腿了了，看了了迄个感觉吼，主要是因为翻译者伊的，尤其是台文的翻译者伊行入翻译这条路的这个人生过程，我感觉是一个真值得关心，也是真趣味的一个话题啦。不过咱后半段要来甲这个重点放伫咧《人间世界》这本册本身。这本册论真讲字数无济吼，当初是我大学的时阵看这个华文的版本嘛，是真紧就看煞，但是字数无济，翻无济吼，翻译真正是另外一回事，对无？这本册应该是1948年出版的作品啊。我相信讲，就算是日本人伫咧读
恐惊是会感觉到真侪甲咱目金的这个书写的惯势是真无共的所在，对无？是啊，你伫翻译的时阵，当着这款反射时意思的理解的精差，或者是表达上的精差，可能同款一句话，伊表达出来的方法无共款，你想要表达迄个气氛情绪，可能嘛有一寡无共。尤其这本有足侪即个心内的即个无共款的展示的表现嘛，你要安怎去翻才会感觉讲有即个大吧的即个考量无？这当然是做一个译者，想要好好翻，想要把原本的故事翻出来。是当然就是毋是干那语言佮有文化，而且这个语言伊论真讲嘛，毋是现代日语。是啊是啊，战后的日本甲当的日本是两回事哦。是，虽然就是无够看无，毋过我家己咧查的时阵，讲实在，我对家己日语嘛无啥物信心嘛，因为本来是学英语的嘛，对不对？毋过我去查的时候，我发现讲，我咧查即句即段吼咧讲啥物吼，我发现讲网络顶哦，做者日本人嘛咧问讲，即段是咧讲啥物件？我想讲啊，原来毋是敢若我看无的，原来日本人嘛看无。这个时阵要哪创？这时阵就是想办法去找资料嘛，比如讲嘛有漫画嘛有就是互囝人看的版本啊，嘛有就是原文共款，毋过有可能注解啊，还是讲来甲 AI 讨论啊，因为有一寡事有吧，因为AI 即嘛 AI 虽然讲毋是遐尼好用，毋过较主流的语言像英语啊、日语啊，还是讲中国即种资料较侪，其实有年要袂不就是当做一个参考的标准，抑个一个论文啦。毋过讲实在吼。我感觉讲，有当时啊，文学理论有一派讲，这个作品其实写出来吼，伊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伊是一个生命，伊甲这个作者已经无啥物关系。所以讲，有当时啊，就算你找到作家本人去问我，你写这啥物意思，伊无一定讲会出来。啊，是，我较免讲这个你根本袂着啊，嘿嘿，这个已经小拄袂着，对吧？所以讲就是，当然是就是尽量去找一寡资料，还是讲甲人讨论安怎。咁你需要去看伊，比如讲，大家可能日本嘛有真侪伫讨论这本册吼，伊到底是伫讲啥啦？伊到底这个话句也是讲这段这个故事这趴，伊到底是想要表达啥？后壁的用意，后壁的心思，咁咪需要去看先了解伊规个只更较深的背景。我加减无去看，毋过我看发现讲，做的讨论大部分拢是抽象的。我喜欢用家己转。嘛毋是啦，因为你去了解，譬如讲内底在文学的，譬如讲啥物上顶啊，是讲这段可能是啥物思想啊，毋是讲无帮助，毋过做一个译者，你嘛无可能真正加做对面来播啥物，你嘛是爱用迄个家发的字词当作是线索嘛，所以讲你嘛是要用迄个语言去翻，所以讲有当时你去查一堆资料，或者资料讲。一寡做抽象的文学的分析安怎，你其实无法度用啊，是，就是讲因为譬如讲我拄着困难是，譬如讲迄当中的火车头，可是火车头有啥物无共？是，这其实你去，毋管你安怎查吼，就是咧讲一个作者伊一个在相关论文，袂讲着即种做具体的物件，因为拢是讲迄做抽象的物件，是。所以讲像这种就是真正就是考古一直去查讲，譬如讲较早期即种日本提起了相片，啥物相片，用迄个相片来对照讲，内底即个日语原文我去描写啥物件，就是去查啊去想象安尼。毋过帮咱上大其实去找其他的版本来对照。你讲其他的语言是安怎来翻译这段呢？是因为我即摆咧做的代志，其实其他译者已经有做过啊，一定是会当参考。当然讲无一定爱照信安尼啦。只是讲只会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讲，参考安尼是毋是华语版上里边嘛？有无华语甲台语的小像啊？就是而且就是木巴黎本身的华语版。是。每即件代志吼，我甲即个特别人的遮老先生有讨论过吼，讲就是到底是毋是咱做台湾翻译会当去参考华语版无？即我嘛有就是甲即个讨论写做一篇吼，投去台湾网报吼。阮两个人是感觉讲，华语版一定爱参考，毋过你。啥物阶段去参考？你安怎来参考才是重点？
哦，迄当阵讲起来就是我就发现讲我甲因生囝的路线完全无共，伊感觉讲一开始参考就好，只是讲你参考的时候一定爱去看人讲原文是安怎写，是安怎翻译安怎翻，是我就无共，我就是肯定做后壁，就是讲头前就是虽然翻了做痛苦的，毋过我就是惊互翻译看去，所以讲真正是修了差不多，我才开始去看，看了发现讲奇怪那我大部分翻出来甲翻译无共，去查，就是去查原文安怎查，发现讲我真正是翻答去，我翻毋着，我就去改过安尼。你甲我顾虑的点的是共款的，我就是伫想讲，因为咱伤过惯习华文啊，因为自细汉到大汉你就是接触遮侪华文，所以真有可能伫看过了，你家己无知觉的过程当中，自然就吸收伊的讲法、伊的用法，甚至你搁翻头去看原文，你嘛会，因为咱已经有一个成一脉的概念嘛了后，就算你去看原文，咱有当改不过来，其实你若拄头无看过华文。你袂去安尼想的路线，是有可能变成安尼的。有可能系冇唔对。这点咱的想法可能较接近，所以我就想讲，这个物件要安怎去闪过？你的做法就是我较后壁再去做一个小可先校对啦，去补充一个去看者讲所以这个精差哪遮大，再来去比对就对啊。其他语言的版本干嘛可以参考？英语我冇去看啦，不过英语迄当阵无对照汉语字，因为可能切块时间无够。是。不过咁参考英语有一个好处是讲，因为英语甲原文字语差足济，因为语法啦，就是英语这个语言甲字语差足济嘛，英语甲华语甲台语嘛差足济，所以讲英语的迄个翻法伊会较去安怎，就是用完全绝对袂去互字语看起，因为真差太济，所以讲伊想办法用英语去中现迄个世界。所以讲我去参考英语版是较早就开始，因为我绝对袂互伊看起，因为英语甲即个字语甲华语、台语人差就这样呢。是，其实包含讲你翻台湾人特别翻，就算是台湾版本的物件，你要去翻日语的册，甲翻英语的册，都已经有精差嘛。因为遮大量的使用汉字，对咱来讲真侪物件，读过咱都知影意思啊，伤过惯势，尤其大量的日本文化来到台湾，所以咱迄个接受度就悬会关甲你有当时可能袂记你家己真正的用法、讲法的是，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对无？所以这是之前我伫咧甲东英兄，就是迄个辣小梦的翻译者伫开讲讨论时，咱嘛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伤惯势看汉字啊，真有可能迄个文化、迄个讲法，拢会受到伊影响，才会想讲都安尼啊，无毋对啊。但你也甲伊保持一段距离了，等到才察觉讲这敢若怪怪的，可能有这个情形啊。我讲这是就趣味的翻译上的精差，你翻译的迄个对象是什么款的语言，可能会影响到你规个流程的做法的选择，有可能是安尼。我讲这有当甲文化的亲近性，甲咱对语言之间的关系会有影响安尼。这就好耍的这个人间世界咱当然一直伫讲翻译有翻译困难，像有离当有一段时间啊，毋过到当抑个是经典，表示讲这个作品本身一定有一寡什么物件是对咱来讲还是上内在的，上无法度去改变的人人性的一部分呢，才会变成经典嘛。所以我毋知咱的听友到底对这本册有读过其他的版本无，或者是大家知影这个故事无？就你做一个翻译者，你敢好大概解说一下，伊大概这个戏文到底在讲啥？简单讲这就是一个奥兰教的故事。论真讲，你别咧讲，我嘛袂使讲唔对啦。不过我即摆是做认真咧讲的呢。我感觉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奥兰教，伊去甲查某人学白来啊，开查某啊，啉酒啊，食毒啊，家己去自杀啊，而且伊头一摆自杀，伊家己无死啊，对方死去安尼，迄就是一个奥兰教的故事安尼。我感觉做一个翻译者吼，安尼来解说伊翻译的材料，你到底是要搭一个读者愿意去买一本册？我出版社去跟第后边就生气的感觉。确实这本册，我想这嘛是变成足趣味的一个话题，就是同款一个故事，一个小说的作品，因为对无共人来讲，伊的意义是无共款的。以你的个性，我伫
在我的了解，我当时是想讲，哦，你翻这本的时候，我心内头这个想法就是讲，甲你的个人的这个风格的，当用较时间的讲法啦，风格就讲你的个性，其实甲这本册内底的主角，其实是就无共款天差地的这个两个人的性是完全无共款的吼，所以我就伫想讲，你哪会是想要翻这本？这可能甲出版社的决定嘛有关系啦，是无？阿弟，你的意见甲孙聪先咱台文界的木拉桑已经完全无共呢。安怎讲？因为孙聪先伊咧经人来翻的时阵吼，伊感觉讲，即个译者伊的性格想法甲即个作者爱共款。竟然甲我讲哦，应该是个找我来翻，真好，因为感觉讲个性还是想法小小。所以你个人，你认为我甲木拉桑，我两个看法上较接近？我认为恁两个拢有着一半，无迄个拢无得失的啦。不是，我会解说，我安那解说是讲，解说。他对咱开始进前嘛，阿弟有甲我说明讲，就是讲咱会讲着啥物啥物，内底是毋讲啥物，啥物譬如讲我个人我有介意即个故事无，我有法度就是共感，无法度认同伊的想法，安尼无安尼。讲实在。我至少当初咧翻时阵，我是完全无介意，而且你无介意即个人对无？我无介意的人，我嘛无介意的故事。其实我全部拢无介意。体会伊，比如讲伊内底有真侪伊的惊吓，伊心内足侪心内的想法，伊甲写落来嘛。这部分你嘛拢无法度认同或者体会。我无介意，毋过伊写的物件，我差不多99%拢法度认同。我无法度了解，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就是讲。因为头拄阿弟有讲着讲，我甲即个主角明明完全无共。恁伫咧人生当中会做出来的决定，一定是天差地。无毋对，完全无共。是，你莫讲啥物开凿，我是东西。当然，就是讲，譬如讲，我含酒拢无咧啉呢。我伫荷兰住过一冬迄当阵叫搞外省，大家知影讲荷兰你要食一寡啥物其他国家，就是违法物件拢会使拢 OK。无毋对，我迄当完全无去捌迄，因为我就是无介意。我无介意迄薰的味，我无介意啉酒，就是讲啥物食多啥物，我完全无兴趣。是，我就是一个做无聊的人，做侪人感觉就定情的。所以讲为一寡外在出的行为，你会感觉讲我甲即个主角是完全颠倒病，是的人。所以讲这点我同意。毋过这是咱看到即个外在即种行为，还是讲话安怎。我感觉迄个内心，迄种对。人生迄种，不管讲是惊吓，还是讲我感觉讲你话咧就痛苦，大家去面对足侪人，伫遐咧讲一寡，就是讲啊真好听，实际上伊心内底根本毋是安尼想。即个部分我感觉我差不多会当认同，差不多99%。你讲有人讲话讲拢是人情义理，做拢伤天害理啊。无毋对，我差不多大家拢会安尼想。对我来讲，是安尼认为，你甲主角之间的迄个会完全袂合的一部分，是因为。你做代志像我刚才讲的是安那，你对代志的想法，你的自心会是一路行到底，你是做代志会做到真棒的人。这是一旦你决定，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甲我有当时想法较接近，就是咱定讲人物爱协调，就是讲爱合合，认知不协调甲协调这个差别吼，就是咱人的行为甲你的人物有当时会产生冲突，有的人会甲这两个物件想办法安来切去，达成伊的一致，或者是大家爱共款。比如讲，我伫咧节目内底讲台语，我甲台语当做我食头路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工具。当时我都袂单纯甲当做是我表演的语言，伊就是我必须嘛爱伫生活当中，我的概念，我的意识当中，我就是爱认同这件代志。我家己是安尼的人，我认为你嘛小可成安尼，就是既然安尼，咱就是爱行到大底，所以一定，比如讲伫现代社会，你要伫台湾嘛是共款，你要用大量的台语要坚持这件代志，其实是足辛苦的。所有的台语人或者台语家庭，因拢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代志，但是因拢有迄个，你讲严毅也好，讲迄个决心也好，就是讲我决定这件代志，我就要一路行到底，那是需要勇气的代志。毋过今日你看到这个欧巴桑，这个叶啊，这华语的大叶挺藏大概是安尼读就是
这个人这个主角伊是颠倒病，咱拢有可能对人有惊吓，是不过伊的做法是，所以我比起来，所以我伫一个小鬼仔靠，我人讲激我人吼，武笑亏的方法，互你感觉讲啊，我无要紧，你免注定我就是甲你扑扑踏踏，去甲你巴结，用这个方法生存落去。当时伫咧心内对别人可能是看袂起的，对别人来，譬如讲内底有一个。你讲伊是朋友嘛，无毋对吼，但是迄个关系是真爽，我足合作的哦。像即款的人，但是伊就是甘愿甲这个人做伙，对咱来讲是可能是就无法度理解的。无啊，我就是譬如讲，你只要迄个人甲你认为讲理念无合，你就是会真心的讲好，安尼咱都规气都莫来往。你是即款的人，但是伊是完全颠倒病，伊心内一边伫真无介意，你看袂起这人，你偏向这个人的同时，佮对这个人是，伊个态度是表现出来完全无共款的。所以我就一直想讲，你哪会愿意翻译这本册，你袂愈看愈细哦？咱讲册愈看愈细，敢袂有这个情形？一开始我其实毋知影讲人间世界是啥物款的故事哦，所以你当初是无看过这个故事，无看过这本册，无，而且我开始翻的时阵，我调工先莫去看后壁。因为我之前咧翻即个英语翻做华语册时，我翻过26本嘛，我知影讲翻译。就是真的是做苦工，我其实是足辛苦的。我想讲，安尼我调工莫去看后壁物件，至少有一寡趣味，我会当去记他讲哦。刷来翻的时阵，当读着啥物故事？所以讲我翻就是翻到差不多，应该是无几秒的翻过，毋对，这个主角伊是占着伊还是安怎奈，就是逐工就是伫遐惊伫遐吓啊，就是甲查甫人关系安怎啊个食就是啉酒啊食薰安怎。我想讲哈，系啊，这就是头前也无翻几页就发现即个代志，毋过都已经甲咱答应啊，对毋对？愈翻愈恶杂的感觉无？对即个人感觉恶杂。有，这嘛有，而且愈翻感觉心情吼愈歹，因为就是内底是一寡做黑暗的歌，互你心叮当无，系叮当啊！就是我想讲，这到底是谁讲的？这本是世界经典，说这什么故事啦？我想讲，这就是我的印象啦，当然就是世界经典的这种文学作品吼，作者当然是讲迄种较痛苦的、较黑暗的物件，当然有啊。不过我的印象是，在世界经典的作品主角吼，一般是好人，还是讲一般伊做的，譬如讲为家庭付出啦，还是讲为爱情付出啦，还是讲战争的时候对着啥物啥，所以讲伊可能是一个受害者，而且伊袂去甲别人安怎。不过人间世界主角毋是安尼，就是伊做一寡，譬如讲伊甲一个10几岁水姑娘啊，咧带入来啊，结果嘛无好好甲人对待安怎，伊就是所以讲我才讲伊是一个傲懒教安尼，所以迄当中反是足痛苦诶，只是讲已经头洗一半，你无继续洗，你嘛袂使，所以就是继续还安尼。迄个时阵有这个想法，迄个时阵，后来真正是。我会记得应该是，敢若已经还了差不多，还是已经交出去迄边。我开始，因为我常常去想是讲，这本到底是安怎会变世界经典安尼？你真正对这本册有真侪意见的对吧？嘛是有意见啦，就是讲因为做一个译者吼，因为你家己爱入去迄个世界嘛，所以讲加减尤其是这种就是较叮当的故事吼，你会去想安尼。我家己本来就是做者常常会去想做者物件吼，所以讲还完了后吼，我就去想，我即马的想法是讲。我依然是认为伊是一个傲懒教，我依然无法度认同伊做的啥物，毋管是啉酒、食毒啊，还是讲去甲啥物已经结婚查某人安怎？我到即嘛是无法度认同。毋过我感觉讲人生本来就做者无共可能。咱当然咱每一个人你敢若会当经一条来行尔。毋过咱一定有当时拢会去想讲，我无去行过迄条路，行起来是啥物款的？光景是啥物款的滋味？是你翻人间世界时阵，虽然讲我嘛无介意啉酒，我嘛要去食毒安怎，毋过我嘛去想讲，我若是来行这条路，会发生啥物代志？对我来讲，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包括人间世界，就是我无需要亲身去行这条路，我都有法度去体会
若是行这条路，你有啥物感受？这个内心的世界，你去体验别人的人生。嘿，无毋对。但是咱讲演员嘛，有这个情形嘛，咱无可能变成足侪人，但是你会透过参加戏的演出，你可能今日是啥，明仔载是啥，伊可能是歹人，可能是好人，但是因为咱希望这个人物是立体，或是更较多面向的，所以咱可能会去替设定一个完整的背景，所以你的演出才有合理嘛。所以大家在这过程当中去体验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是，我想要跟你分享，我家己看这本册的时阵，对我来讲，我真记得较深的一段吼，就是有一个真头前啊啦，吼，就是说西仔头迄段，我唔知你敢知啊？就是伊伫讲即个囡仔人吼，因为伊自细汉就法度察觉到心思较幼啦吼，所以会察觉到大人的想法，察觉到真侪人生内底较无遐光彩的迄一面，所以伊自细汉面对即款人的心境的时候，伊会惊吓，所以伊惊吓面对惊吓的做法是去甲人讲普普坦坦叫人巴结，食吉笑亏。有一届是因阿爸讲要去出差啊，创啥吼，出张去吼，所以可能过工转来，所以就问这囡仔，甲大家叫来讲，你要爱有什么爱什么欧米亚给无吼？你来得上欧米亚给来写嘛？这时阵大家就可能会提出伊的想法啦。我介意啥，我介意啥。其实因为这个家族本身是地方算讲真好的一个家族吼，出来真会得过，所以根本就无亏欠着什么物件，所以伊啥拢无想要爱。我感觉伊的这个啥拢无想要爱是物质方面啦，就是我无什么亏欠的物件，所以我根本就无啥要爱。所以毋知要安怎，伊毋知要安怎应，因为伊知影阿爸安尼甲问的意思，就是阿爸嘛需要互人有对伊有期待、有所求，所以。我做一个老爸，你对我出去，不管出差创啥，倒来要炸一个礼物互你啥拢无特别想要爱，我也无介欢喜。所以伊知影这件代志，所以伊个讲袂出嘴，讲伫遐了后，伊看讲阿爸无介欢喜，大兄有甲改位啦吼，意思就讲买册啦，买册袂歹，伊知影讲一个囡仔爱看册，就安尼。但是伊就是看会出阿爸连写都无甲写入去伊家己迄个手机簿仔内底，簿仔合起来收起来就走啊嘛。为着要去满足阿爸的这款的期待，其实真正期待是阿爸三更半暝叶吼，伊人口讲叶啦吼，迄头摕出伊的簿仔甲即个西仔头写起来，因为阿爸伫咧迄个时阵讲，你有想要西仔头无？其实就是人西迄款的即佚佗物仔啦，所以就用即个方法去表达讲，我有介意，但是我歹势讲啦。去满足阿爸吼，阿爸后来转来真正就伊就听到伊甲阿母款伫讲话，就讲起着即件代志，讲我想拍开个簿仔要甲囡仔买欧米亚个，即个字都毋是我写，外国是做在上写，甲想起一定是这个老细吼，这个囡仔吼，就是咱的主角啦，讲伊就爱个歹势讲安尼，就阿爸就买互伊就足欢喜，阿爸足欢喜，毋是伊本人足欢喜。我感觉迄个心情，迄个去演一个。你期待的模样，这个心情是对真侪人来讲，拢是会使理解。就是我知影你期待啥，我想要去满足这个期待。不过满足这个期待，其实是伫咧为难我家己。我基本上都无想要爱，我惊你无欢喜，惊你失望，惊你安那。以打关系的讲法，咱若讲，不管是心思苦写、情绪热恋吼，或者我甲你讲真情讲透这款的讲法，就是别人对你的期待，你。有一款我无去互伊适当的回应袂使的这款压力，会一直伫你的人生当中出现，而且这款的物件是毋是别人开嘴甲你讲，我希望你安那，正是因为你明记知影对方希望你安那，毋过伊个无讲，你个必须要去了解伊的真正背后的想法了后，去达成伊的这个期待，去满足伊的期待，迄是一个足忝的代志，足忝心的。自细汉开始，就想过巧到有法度去察觉这件代志。这款的人伫咧日后其实过家足辛苦，伊若无法度去察觉到，那安尼我的需要到底是啥的时阵，就会变成安尼。所以伊去反抗这件代志的做法，就变成一个所有的人拢看你袂起，所有人拢对你无期待。一个路行去，这是一个可能。当然，人生有真侪可能嘛。所以，凡说伊若是有真正遮勇敢的一个人，心肝头真勇敢的人，伊可能会认为讲，我要做啥，应该是我家己，我想要爱安那，
我会满足家己的期待，毋是满足你的期待。毋过有的人无法度，这咱讲这个人的个性嘛有关系，所以最后伫咧即款的期待逐工底的情形下，豆豆啊行上一条。我毋知要安怎去形容伊所行的路，但是你会使感受到即件代志。毋管伊偌无介意即个人，伊敢若永远拢伫满足别人的期待。相对，因为你已经一世人拢伫搬即个角色，你做即个小偷啊，你滴即个小鬼仔壳，等到你上惊是啥？别人甲你的小鬼仔壳踢破。是。你拢是假的，你拢是演的，你根本就无欢喜，你根本就安那，这是变成伊的惊吓已经转换做第二演啊。迄个人生变成讲，永远拢是你懵懵渺渺，你永远拢伫满足别人的迄个心情。我感觉有真侪人。是自细汉的时阵都经历过即款的经验，有的人大汉的过程当中，可能伊有经验过一寡，互伊向你讲心地开窍啊，是安那？即个过程其实咱拢共款，我无必要安尼，我应该好好过生活。反正伊会行上一条咱一般讲正常的道路，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是安尼，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的人。伊自处无法度去下过即个困难的所在，即个关卡，确实都会，其实拢是真大心的囡仔，其实拢是一个真心肝头、真幼路的囡仔，真幼稚的囡仔。毋过最后，颠倒会行歪去。我感觉有一寡人会是安尼，迄个惊吓对真侪人来讲拢是有，但看了愈清，你甲大人的世界看了愈明的人，对你家己的心肝是一款。这磨是一款拖磨，我感觉伊对我来讲是安尼，所以对青春期的人是安那真介意看一本册，有真侪人是这个时期看一本册，是因为对我来讲，我的观察是安尼，就是你会感觉这个世界无人了解你，同时你嘛无了解这个人，你会感觉你甲看甲足透，但是迄个看透是我知影你背后伫想啥，毋过迄毋是真正两个人关系我紧的了解，所以你会感觉讲你表面看起来拢好好，后壁拢垃圾鬼，你的想法就变成安尼，所以所有的人拢敢若怪物共款，拢足恐怖，拢是伫一般正常人面躯的怪物，你才是迄个正常的人，所以你甲这个人是无法度互动的。伊讲的物件，你一丝趣味都无，你心肝头想的物件，你感觉你无法度甲因讲，无法度传达出去，你会缩伫咧你家己的一个世界内底，所以就变成这个情形。我家己伫看这本册，因为我嘛是大学的时阵伫看，所以当然迄时可能嘛当着还是感情的一寡考验啦，等等，嘛是因为为一个相对较单纯的环境咱真正人是读大学了后开始进入到一个五花十色的世界，可能你看到来自各地的同学拢是无共款的这个世界啊，你生活方式甲过去乖乖读册嘛是无共款的。有真侪疑问，真侪冲突，真侪你当作人甲人是安那，原来毋是安尼，才会思考，会互咱伫看待即个故事的时阵，感觉讲对一寡人来讲，感觉讲我会使理解迄个痛苦，是迄个困扰。虽然咱无行上去条路，毋过任何一个人，凡是打一步大叉，可能就是安尼。伊有差较济啦，就是可能骹路真正无改好，愈打愈回去。但是对真济囡仔来讲，是讲对真济进入青春期的人来讲，我相信拢有共款的心思。所以等到我伫看这本册时，会就有法度去理解迄款惊吓。尤其伫咧二战过后，日本迄个时阵，伊去写这作品的时阵是。当伫咧日本经济中心伫咧发展，敢若一切拢足正面的。但是同时国家因为战后迄个规个日本真破败、真崩败的即个情形是结合做伙，敢若所有事物的即个一体两面共款，所以伊伫内底其实嘛一直是一个真矛盾的存在。尤其家族国过了真好，但是迄个心思等到个互伊变成两边的一直冲突，一直冲突。迄个冲突我感觉甲伊迄个时代嘛有真大的关系。所有人拢应该正面向前，无人会甲你讲你若真正伊应该安尼讲，伊袂讲出讲。倒闭虽然真歹势，但是真有效，无人安尼甲你讲的迄个时代，所以伊的所有一切其实拢是伫咧相比即个世界，但是即个世界无因准你做这件代志，这是我甲你看待这本册，是安那我讲我真介意这本册，包含讲真介意特西有什么伊的作品，伊几本册我拢有看过。
迄款人讲华语的时阵，甲用做无赖派即个定义，我讲无完全正确啦，因为安尼讲其实小可也是有片想的迄个开口的咧，但是对我来讲，伊的迄个冲突甲伊的时代，甲伊即个人，其实是有真大的关系。是，讲就等于一部分嘛是替出版社讲一个话，但是确实我真喜欢这本册，所以我希望讲大家若希望去看这本册的时候，会使去回想到家己，譬如讲你若已经生活稳定啦，有囡仔啦，就是你行上一般正常人的路途的时阵，会使翻头看这人真就恶杂的就烦的时阵，去想看卖家己少年的时阵，对这个世界迄个无信任。迄个大人都是安那即款的想法，甲你打变成大人迄个转换，其实伊就是迄个时代一直无转过来。有真侪人青春期的时阵也无发作，因为讲青春期的时阵人会变甲怪怪，就是因为你伫生物本能嘛是共款，人的生物本能你脱离迄个。不管是鸟啊啦、野兽嘛是同款，你脱离家己生活的空间，所以你反叛的这个个性会一直出来。是大讲话、大人讲话，上无介意听，这不是单纯你想要安那是你的身体、你的生物的本能，你家己推塞，就是要叫你安尼做。这个时阵你若是压制落来，或者是一直像主角同款是缩伫咧迄个壳内底时阵。到了你大汉，同款这个需求走出来时，伊就变到行到足歪就歪，这就是一个例啦。我讲当然事实上，咱翻头过来讲，为这个主角本身，你感觉伊行上一个傲然教的路。是，不过咱拢讲这本册其实是一个半自传式的作品，有真侪心思其实是作者的，就是我刚刚讲，但是奥萨姆的作品，伊的这个个性，伊的人生嘛。有一个足大无共款的所在是，虽然故事内底这个人日子过了真无好，后来嘛是一直拢无改好，20多岁嘛是过甲真落真，毋知家己伫过啥日子安尼。作者本人毋是安尼哦，作者本人迄个时阵，这是上尾一本册，毋过迄个时阵，伊已经是一个大文学家，是非常受到这个日本社会的尊敬。看伊的册，感觉凄美吼，像你拄则开头介绍嘛，讲起着真介意伊的吼，这查某囡仔愿意主动活来，讲实在足济，爱地位有钱其实嘛有嘛吼，迄时阵作家是那大作家是真趁钱的，所有的一切就是迄个结果，伊的这个前辈甲内底迄个人是就无共款的。你家己安那看待迄个情差，就是伊。做一个大作家来写讲，我其实我会使写甲真公平的一面，反正我当然是大作家，但最后我甲我家己的这款半做，大家拢认为这就是伊家己的经历甲伊的经验甲伊的伊想法嘛，写出来而且是上无好的迄一面，我真见笑的一生的迄一面写出来。你家己安那看这个矛盾，对我来讲，我感觉真矛盾啊。那是敢若看一寡较表面的、较外在这种啥物行为啊，就是可能感觉因差足济。毋过我家己来看，我感觉讲这个故事主角甲这个作家本人，我感觉就是同一个人。我认为啦，应该就是同一个人。我认为这个作者伊就是写伊家己。只是讲咱头头讲的是讲，有当时可能是你无说你这部你达唔到，还是讲第二部达唔到，规个歪去。毋过像我头头讲的嘛，就是讲，我无咧啉酒安怎主角做，我拢无多认同。毋过讲实在，我的人生也是有几部有几个，就是伊几个咧做选择，现在选无共款，无条我伫边安尼。我感觉是咧内在其实是差不多，所以讲我才讲我其实99%我都认同。是这个作者甲这个主角，我认为就是同一个人，只是讲因有一寡人生选择无共，所以讲表面看起来无共。毋过伊最后嘛是自杀嘛，对不对？我相信伊内心的这个痛苦甲这个人间世界主角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伊嘛捌互控告过讲帮助自杀嘛，就是真正甲故事内底共款，所以做的代志是共款的。就这点来讲，确实是反正伊伫最后写这个故事，甲伊的人生的对照的时阵，反正嘛会使感觉讲，伊甲这个真黑暗的一面，真伊认为见笑的一生的这个故事写出来，其实嘛表示着讲，伊虽然变成一个后来变成一个大作家嘛，人讲日本文豪吼，这款的作家恐惊遐物件，
有缘无法度去满足到伊心肝内迄款的亏欠，伊感觉讲对即个世界，就讲对人的迄个无法度信任即件代志，将来无消息，所以最后也是行上即款。以单的角度来看，当然毋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啦。但是迄个时阵的日本，你会使察觉到讲，日本真侪大作家拢是行共款的路，也就是讲心内有一寡物件。你毋知要安怎表达，毋知要安怎甲人相处的时阵，只好用一个相对第一是用书写的，用写的方法，写到最后也是会行上一寡咱会感觉讲，较无遐好路安尼。迄个时阵我就介意，就是我伫看大赛的作品的时阵，其实嘛是大部分看的册拢是自杀的作家的册，就是你人生经历过一寡对世界的怀疑，或者讲有真侪想法、真侪矛盾的时阵，真正想要去找这个册来看。但是我是无建议大家迄个时阵我找这一款册来看，不是每一个人拢都会过吼。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作家，尤其是大赛有啥物这个作家。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我伫咧真怀疑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真侪交易的时阵，我感受到有的人是共款的，伊有共款的心思，共款的痛苦。这是当然，每一个人最后打出来迄步做出来选择是无共款的，都是其实大家拢共款。你的痛苦其实别人嘛有伊家己的痛苦，所以大家若有要来看这本册，会使去做这个对照。家己人生的对照，讲会真趣味，尤其是你若心肝头较健康的时阵，才来看是无要紧，无看。你会使先买起来做一个根本放去厝好看就好。啊，等下你感觉我当 OK 真勇敢，想要看先来看嘛 ，OK 啊呢。好了，最后你对于翻出这本作品了，讲什么？嘛是你头一本大本作品嘛？是，对啊。有什么款的感受吗？刚才讲一段就是出版社听到肯定会无欢喜的话。来你讲，我见我出版社无我钱啊。我翻这本人间世界翻这大文，对我来讲上重要的，其实毋是大家去买，也是去读。当然啦，就是大家来买，当然真好啊。出版社嘛，趁钱我嘛版税安怎弄嘛。毋过对我来讲，这其实就是我台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我知影讲，要伫日常生活当中，要讲台语写大本是做辛苦的代志。是，毋过对我来讲，就是我相信人拢应该要有一个选择。今日大家来参与这个台语运动，当然是有认捌到一个现实，就是讲，这个台湾人，咱拢是语言失明的受害者。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历史的事实，咱无法度去改变。啊，每一个人要安怎去面对家己互语言失明这个结果咧？我感觉讲，我希望留互每一个人去决定。我知影讲台语运动界做侪人讲啥物你应该要讲母语，你应该要学母语，不管你的母语是啥物阿美语、台湾语啊、客语、台湾共款，做人讲你应该安尼做。所以讲，对于一寡台语运动者的主张，讲母语、写母语、学母语应该是义务。是。不过对我来讲，我认为讲母语还是写母语、学母语是一个权利。权利意思就是讲，你无一定安尼去做。不过你想要安尼做的时候，你应该有这个机会，有这个选择。是，对我来讲，就算你无来买人间世界，你有去买其他的大文册，还是讲无买，其实拢 OK，就是大家家己选择。当然现主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有这个，就是做者困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想关系讲华语，大家对甲母语扣上的动机，讲实在嘛是无啥够安尼。所以讲，我希望互大家家己决定，不管你的母语是毋是台语，你若是对台湾本土语有兴趣，你希望甲家己的母语扣上来，还是讲你希望来学台语的，才有一个选择。人间世界放伫遮，这是一个资源。不过你若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你的人生的选择内底无母语，还是讲无本土语言这项，不要紧，我可能袂去甲你交陪。不过我就是祝你幸福，希望你得到你想要爱的人生安尼。这是我翻人间世界，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伫遮。好。
义务或者是权利这件代志是一个真复杂的议题吼。这其实牵涉到政策、政治、历史、边权吼，有足侪需要讨论的代志，咱无可能伫这集内底甲讲了吼，所以咱日后等你个等日本了，个转来有总是定三不五时嘛，是会转来台湾嘛。咱到时阵再来另外录一集，好好专门来讲这个议题。好，这就会使放伫咧咱另外一个单元8岁社会书内底。好啦，咱今日到这，甲大家讲拜拜。多谢大家，下次再会。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教父甜面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车拉黑车拉、阿莹、张文珍、瑞琪、王淑贤、伊文、阿文、Arthur 阿川、永川、阿里嘎瓦、尤里、吉林乐、PT 哥。无论是长期福金教父，也是经已通换新加倍斗助阵挂金甜妹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支持，有缘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滑步。